来消息来看，高雄有民众反映讲，因赛车要对三明区的定清路倒弯甲民路的时哦，倒弯专用道的画线是画伫分隔岛的头前哦，民众是看甲雾煞煞。交通局是表示讲哦，因会来观察车流量，才过来做改善。 货车开伫定清路，一直歪向倒边，开去要对分隔岛边仔另外延伸出来的车道。高雄定清路南北向车流量大，但到甲明路交叉路口的时阵，常常有汽车需要倒弯甲明路，倒弯直行车交杂，造成车流袂顺。市府规划偏心式倒弯车道，甲倒弯的号志疏导。差不多啦，因为它再怎么改，开车跟骑摩托车不注意的话，还是一样，要抢快，大家都是一样啊。 比较安全一点，车祸会比较少一点。车流感真正有改善，居民看法无同。根据了解，车道画到即马将近1年4个月，因为车道是对分隔岛延伸出来，甲一般对正常车道延伸的偏心式倒弯车道无同，互部分民众感觉真怪。记者嘛伫路口看到袂少直行车为着抢紧开去要倒弯车道。我们运用该导头，它有退缩后退的特性，那所以在导头画至左转的待转的标线，那另外也配合设置左转的专用号志。 那这样的话，能够让左转车辆呢跟直行车辆不至于产生冲突。交通局表示，因为分隔岛有路顶号志，才用无切割方案。若后续倒弯车流增加，会建议用实体切割分隔岛工程，增加倒弯的空间。但居民认为，定清路部分汽车车速紧，而且无愿意让，才造成车祸多。应该对宣导用路习惯，也是开发开始，才会使有效改善交通。记者陈焕武、民调馆高雄报道。